咱即时要来领受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是希伯来书11章23到27节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。第23节，对着信心，摩西出世了后，伊的爸母看见婴水佮古水，甲伊偷藏了3个日，伊毋惊王的命令。对着信心，摩西大汉了后，拒绝互人称作埃及公主的囝儿，伊宁愿甲上帝子民斗阵来受苦，毋愿在罪恶中享受一时仔久的快乐。伫伊眼中，为弥赛亚受凌辱，比埃及所有的财宝更较可贵，因为伊仰望着得到将来的报酬。第27节，对着信心，摩西离开了埃及，毋惊王的生气。因为伊亲像看见了目睭所看袂到的上帝，坚心忍耐到底，毋肯倒转去。今仔日咱所敬听的蔡主任牧师为咱传讲的信息是听家己，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，愿上帝祝听伊的话，佮照安尼去行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分享这个爱的真谛的系列已经有一段时间。检采有人会讲，牧师你每一遍拢叫阮爱听别人，安尼阮家己要安怎？随常吼，咱爱明白圣经教训是讲咱爱听别人亲像家己嘛，所以咱爱先会晓听家己，而且知影安怎去听别人。但是为虾米圣经会讲咱爱听别人亲像家己？因为咱通常咱比较较自私的人，拢会听家己，先听家己，袂去听别人。但是现今这个世代咱发现真侪人连家己嘛袂晓听，而且毋是讲现代人无听家己，是听家己的方式错误。所以今日牧师要透过所读的经文，甲大家分享安怎听家己，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常常透过你的话来激励阮、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，也会当照安尼去行。主啊，阮只是要迎接你的话进入阮的心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拍开属灵的目睭，明白你的话，也求你赏赐信心。阮将你的话实践出来，来荣光你，来祝福别人甲阮本身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要学习的模范是摩西，咱要透过摩西的生命历程来思考安怎去听家己。咱爱透过摩西伊的人生。来学习安怎听上帝赏赐咱宝贵的性命。咱来明白听家己就是爱珍惜上帝所赏赐咱的性命。珍惜家己的性命有消极甲积极两个层面。消极的方面就是讲，咱来保护咱家己的性命，保护家己的性命无受到伤害。当然，这个伤害是可能包含来自家己，也是讲别人对咱的伤害，咱来保护，互咱的生命无受到伤害。第二个较积极的方面就是，咱爱会晓使用咱的性命。上帝伫咱的每一个人的活命中间，拢有一个奇妙的计划。上介好，听家己的方式就是，咱明白上帝的计划，然后照安尼去行。使用家己的性命来荣耀上帝，来祝福人。安尼不但会当互家己活了有意义，也会当互上帝得到欢喜。伫圣经中间，拢看见到摩西的人生中间，伊用伊的一生来见证上帝大的恩典。伊使用伊家己的活命来贡献出来，最后成做以色列人上该纪念的民族英雄。今仔日咱会当学习信仰伟大的人物，所以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摩西的生命中间有5项真重要的原则。伫咱的周报的26页
有即个信息的大纲，咱大家会当来利用，咱一步一步来学习安怎去听家己，安怎使用咱的性命来荣光上帝，来祝福人。第一项，咱来明辨吼，咱发现讲摩西伫生命中间，伊真诚实去面对一个关系伊家己的问题。如果咱若真详细去读出埃及记，咱会发现讲摩西伫拄着上帝进前吼，有一件代志一直困扰伊，伫伊心中常常咧挣扎。好，这个问题就是讲，我到底是啥物人？因为咱知影摩西的故事嘛吼，摩西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但是伊却互埃及的公主收养，吼，伊伫埃及的王宫内底长大，所以伊到底是希伯来人，或者是埃及人？伫伊心中有一个足大的挣扎。我到底是啥物人？我到底是啥物人？摩西一直咧思考讲，我为什么生存伫这个世间？我生命的目的到底是啥物？所以这对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，甲真重要的选择。伊到底要选做希伯来人，还是选要做埃及人？两个拢会当互伊选，伊到底要选啥？最后摩西做一个决定，伊决定接受家己的身份。咱看记着圣经中间讲，因为信，摩西大汉了，就拒绝被称作法老查某囝的囝，对，拒绝被称作埃及公主的囝。伊无要做法老的查某囝的囝，伊真清楚伊的身份是啥物，伊要做上帝的囝。所以，而且咱看记着后来的发展，因为一个人思考家己是啥物人，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，改变一群百姓的命运，甚至嘛改变人类的历史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听家己的第一步，就是咱爱问家己一个问题：我到底是啥物人？我到底是啥物人？我为什么存在伫这世间？我为什么被创造来到这个所在？我生命上较大的目的是啥物？上帝到底伫咱的生命中间的计划是啥物？用另外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讲，咱爱明白上帝创造咱的目的是啥物，然后将伊挖出来，完成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。这是听家己上较大的意义。比如讲，牧师伫人生的无同款的阶段，我拢爱去思考：为什么上帝会互我伫遮？为什么上帝要呼召我来参与什么款的事工？比如讲，我最近我就常常来问上帝讲：主啊，你为什么要互我来到双年教会？你互我来到双年教会的目的是啥物？你爱我完成什么款的计划？这是咱每个人常常爱去想的。上帝创造咱，拢有奇妙的旨意，伊伫咱生命中间拢有计划。无论咱即摆年纪大细，咱拢爱去追求上帝伫即个时阵对咱生命的要求、伊的计划，然后将伊实践出来，这才是真实的听家己啊。所以这是第一步。当咱明白咱家己生命的目的了后，接续咱来做生命中间的一寡选择。咱看记着圣经中间安尼讲，讲伊宁愿选择甲上帝的百姓做伙受苦，也毋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。所以摩西做一个决定，伊决定要成做希伯来人。咱先来想看觅吼，伫头前摩西头前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讲我要做埃及人，伊若选择做埃及人，伊可能安那，伊会过种真轻松、真快乐的人生嘛，因为伊是埃及公主的囝嘛。将来无一定有机会变做埃及王的，变做法老的，因为伊是法老的候选人之一呢。所以伊若选择讲伊要做埃及人，伊可能伊会当过一种快乐的生活。但是伊决定要选择做希伯来人，迄就无共款啊。伊就爱离开王宫，甚至因为伊选择伊做希伯来人，伊怕死一个埃及人，伊就爱逃走去旷野，
伫遐40冬，因为伊做即个决定，所以人生有无同款的差别。咱来看，伊如何选择伫埃及成做王子，可能有真短暂的快乐，但是伊内心会有真大的痛苦。因为伊明明知影伊是希伯来人，伊看见着希伯来百姓比埃及人奴役，做埃及人的奴才，伊家己伫王宫内底享受快乐，安尼伊心中一定足痛苦。虽然咱享受短暂的快乐，但是内心有久长的痛苦。所以伊做一个决定，伊讲伊宁可甲上帝百姓做伙受苦，也毋愿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。咱看见着圣经中间做事的人嘛，安尼讲，我宁可伫我的主上帝的厝过门。那过门就是安怎？那毋相信恁即摆出去过门，过门就安那爱叫日头晒对无？那落雨咱就爱雨淋。但是伊讲，我宁可伫主上帝的殿过门啊，毋愿住伫小人的布被。布被内底当然当享受啊，但是迄是歹人的厝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段经文除了字面上的意义以外，嘛有属灵的意义，咱来思考。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无共款的代志发生，但是咱常常看见有真侪吸引人会带互人快乐的代志，通常是稳重罪恶。罪恶会带来快乐，大家爱清楚呢。你问吸毒的人为什么要吸毒？因为吸毒的迄个时间会真快乐嘛，但是了后就久长的痛苦。所以咱生命中间有真侪只的代志吸引咱，但是背后稳重罪恶，咱就爱拒绝伊。因为咱知影，咱若无拒绝伊，咱就受伊吸引、受伊引诱，离开上帝的道路。这是摩西做的选择。接下来咱要来看，就是讲，当摩西做这款的选择了，伊必须要面对一项代志，就是伊爱付出代价。所以经文中间讲，伊宁可选择甲上帝的百姓做伙受苦，也毋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。第一看来，为着基督受的能力，比埃及的财米更加宝贵，因为伊注目将来的赏赐。咱看见着摩西拒绝被称作埃及公主的囝，伊选择甲上帝的百姓斗阵了，三甲做伙了。伫选择的过程中间，事实上伊就是咧建立一个价值的判断，咱生命有时阵嘛安尼，咱生命中间常常爱做真侪无共款的选择。啥物选择对家己有上界大的好处？一个听家己的人会选择对家己上界好的。咱来看摩西做啥物款的选择。首先，咱看见着摩西是选择尊严，放弃地位。咱头前讲过，摩西知影家己的身世嘛，伊明白家己是希伯来人，所以伊选择做家己，做上帝的囝，毋是要做埃及公主的囝。意思是讲，伊选择做一个人的尊严，放弃这世间人所追求的地位。咱看见着即马现在有真侪人为了争取家己的利益，连尊严嘛无要爱。但是咱看见着摩西毋是安尼，伊选择做一个希伯来人的尊严，放弃伊有可能得到的地位。这是伊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当摩西迄个处境，就是伊看见着希伯来百姓的哀嚎的声音，伊认为伊讲伊救这个人比家己快乐较重要，所以伊伫生命中间做一个选择，伊选择接受上帝的呼召，带领伊的同胞出埃及，因为伊认为伊的同胞比家己享受更加有价值。为什么伊会做这款的选择？因为伊真清楚，享乐甲地位相款，毋是久长的代志。所以摩西伊选择甲上帝百姓
做伙，因为救人比享乐较重要。咱生命中间，敢有可能做这款的选择？实际上，我相信咱中间有真侪人拢捌做这款的选择。如果你若掀开咱的周报后壁面吼，今日咱要圣礼典有真侪人要接受洗礼，咱发见着吼，这人的见证中间吼，因的生命中间常常出现一寡疼主疼人的兄弟姊妹，成做因生命中间的祝福。因为因的影响，因较明白上帝，较来信靠耶稣。啊，咱来明白这人吼，拢是做真侪真侪牺牲，对无？因来牺牲因的时间，甚至还牺牲家己的金钱，为着要救人的缘故，放弃家己，会当过了较快活的生活。咱知影这段时间是世界大学运动会。咱教会有真侪这志工朋友，因去到花博的所在做义工。伫迄所在吼，牧师差不多逐工拢会去吼。迄所在牧师知影，迄所在真热，吼啊有做者义工就伫遐甲人做有社主吼，啊伫遐人有机会人传福音，因为因知影即件代志是有意义的。透过即个管道，咱会当也未认捌耶稣基督的人。传播福音的信息，所以为着要救一个人、救一个灵魂，因甘愿牺牲，伫遐互日晒，吼伫遐真热的环境，因嘛甘愿。咱亲像咧享受上款。所以因为咱会当做即款的牺牲，所以有真侪人因为安尼来领受祝福，这是咱应该爱做的选择。第三项，咱看起着摩西。选择基督来放弃埃及的财物，啊！伫遮咱有一个谣言讲，啊，摩西迄个时阵，耶稣基督都还未来，为什么伊会讲选择弥赛亚，会讲选择基督来放弃埃及的财物？好，其实这是安尼解说哈，因为摩西虽然也未看见基督，咱也知影上帝对人类有一个奇妙的计划。伊要透过伊的计划来拯救人类，啊！所以伫这个计划中间，耶稣基督完成这个计划，就是咱能透过信靠耶稣基督来得到拯救。啊！所以，但是上帝这个计划吼，伫历史中间施行，有真侪人参与伫这个计划，其中摩西就是一个。摩西参与伫上帝救赎的计划中间，然后。耶稣基督将伊完成，所以圣经中间讲，虽然摩西也未看见基督，但是因为伊参与伫上帝救人的计划中间，而且因为安尼受苦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，摩西选择基督来放弃伫埃及的财物。咱来明白，生命中间确实有一寡代志，比其他的事物更较重要。特别是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。如果你若担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迄款平安、迄款满足，伫你的心的时阵，你发觉讲世间无任何产物会当取代这项对上帝来的礼物。世间的金钱买袂着这款的平安甲喜乐，所以摩西选择这的物件。咱看见了。摩西放弃什么？放弃地位，放弃享乐，放弃财物，伊选择尊严、救人、甲基督。总共来讲，摩西做一个真聪明的选择，伊选择永远的代志，毋是暂时的代志。地位、享乐、财物拢是暂时的，有一天拢会因为咱肉体活命结束离开咱，但是尊严。救人的灵魂，以及上帝的计划，这是永远的。所以摩西选择参与伫这款的事业中间，互伊的人生得到别人的尊重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明白啊，摩西其实是做一个真聪明的决定。因为譬如讲，伊若选择伊伫埃及的皇宫。那卡叔讲，伊真好运，后来做埃及王。伊死了后，伊会去做一个木乃伊对无？
放伫金字塔内底，考古学家来挖出来了，我讲我挖到一个埃及王摕去用展览，可能送来咱台湾，放伫博物馆互咱看。但是伊袂放伫圣经中间，伊袂成做人类救赎历史上的一部分，伊袂成做今仔日咱的谈论学习的对象。所以摩西做一个真聪明的决定，伊选择永远的代志。但是同时咱嘛要注意，伊的选择，互伊必须要面对苦难，而且付出代价。但是摩西有一个真重要的秘诀，这是咱来学习的，就是伫人生的困难中间，仰望上帝，用上帝所差的标去跑走。咱看见圣经中间安尼讲，伊因为信就离开埃及，毋惊王的生气，因为伊恒心忍耐，那亲像看见迄个袂当看见的主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讲，摩西从来无将信心的目睭对上帝也刷开啊！伊注目仰望上帝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来设身处地来替摩西想。如果你若做迄个决定了，你的目睭会看到啥？摩西伊会看见到发了真强大的军队伫后壁咧追赶，伊的目睭会看见到头前有红海来阻挡，然后伊的目睭会看见到伊所带领的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伊目睭会当看到是旷野内底无食米，世界有人伫遐咧埋怨，伊目睭会当看到是真侪外族拢来攻击伊，因必须要伫旷野40天，这是伊目睭会当看到的困难。但是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讲，摩西有看到这个问题，但是伊选择一项代志，就是伊用伊的目睭注心看上帝，因为伊知影对上帝遐有够野的稳定回应，伊会当超越过人生中间的问题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中间的确存在真侪问题。咱中间少年的朋友明仔载要开学啊，今仔一定做无欢喜，因为明仔载要开学。咱搁较侪人明仔载要上班，爱面对真侪挑战甲问题。但是咱的问题敢会比摩西较大？袂嘛？咱来明白，摩西的秘诀就是，伊有看见这个问题，但是伊更较注心看上帝。透过仰望上帝来得到快乐，所以咱嘛爱学习安尼啊，专心按着上帝所为咱查的标来跑走，靠着上帝互咱的快乐，超越过咱人生中间的问题。咱应该爱将咱的焦点集中伫全能，而且听咱的天父上帝，毋是拢咧看这个问题。你哪看这个问题，你就哪烦恼；你仰望上帝，你就哪有快乐甲智慧。最后一项，伫这段经文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字眼，一个词，是因为信。信心是一切摩西被上帝呼召、被上帝使用，而且活出伊生命目的的根源。伊之所以会当仰望上帝，是因为伊的信心。伊之所以会当超越过人生的困难，就是伊的信心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来明白，每一条生命拢是上帝所赏赐的宝贝，包含你，包含我。咱拢应该爱珍惜咱的生命，咱拢应该爱思考咱生命的意义，而且伫人生中间，照上帝的心意做正确的选择，来互上帝欢喜。上界重要的是，咱需要用信心做基础，伫咱人生中间拄着困境的时阵，用信心仰望上帝。来超越过人生的困境。今日咱等下有几位兄弟姊妹要接受洗礼，来告别因的信仰，这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。因透过因的信仰告别，来领受主大的恩典，这是听家己上界好的一种方式。我所期待透过等下要进行的圣礼典。咱在座所有的人，拢各一遍来思考献身的意义，
用咱的献心来活出听家己的方式。愿上帝亲自祝福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，重新调整阮的意念。阮求主你，互阮学习安怎去听家己。只有安尼，阮才会当活出你伫阮生命中间的计划。也透过安尼，互阮会当听别人亲像听家己同款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